你以為多重人格就係一個人入面住咗好幾個完整獨立嘅人格？其實呢個名已經過時啦。而家正式診斷名字叫解離性身份障礙，英文叫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， 簡稱 DID。佢嘅核心唔係多個人格一齊存在，而係身份、記憶、意識同控制感出現好嚴重嘅斷裂。患者可能有2個或者以上相對獨立嘅身份狀態，呢啲狀態喺語氣、情緒、行為甚至記憶上面都會有明顯分別。同時，幾乎一定會有明顯記憶空白，唔係普通健忘，而係成段時間發生過嘅事完全唔記得。點解會咁？目前最被接受嘅解釋係佢同童年時期長期嚴重嘅創傷有好密切關係。當一個細路反覆經歷無法承受嘅痛苦，又缺乏安全保護嘅時候，大腦會發展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，將痛苦嘅經驗隔離去唔同嘅意識狀態入面。呢種解離喺當時係為咗生存，但長大之後如果冇妥善處理，就可能變成持續嘅身份斷裂。媒體好多時將 DID 描寫得好戲劇性、危險，甚至好似附身咁。但現實入面，大多數患者其實係內向、受過傷、功能受損嘅人。佢哋更多係感到困惑、失控同疲倦，而唔係有攻擊性。治療方面，目前最有證據支持嘅係階段式心理治療。第一階段先建立安全感同情緒穩定，第二階段喺穩定基礎上處理創傷，第3階段就促進唔同身份之間嘅溝通同合作。好重要嘅一點係，治療目標通常唔係消滅其他身份，而係幫助呢啲部分學會合作，令到人可以重新過返比較穩定、有控制感嘅生活。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有類似困擾，請一定要專業精神健康人士幫手。解離性身份障礙係可以被理解同治療嘅。如果你一直覺得自己很奇怪、很破碎，甚至覺得自己不配被理解，我想告訴你，你並不孤單。那些被分開的部分都曾努力保護過你，現在你可以慢慢讓他們被看見、被照顧。尋求專業幫助不是示弱，而是對自己最溫柔的選擇。